当希望，也希望我们的八卦山咖啡能够透过这一次的评审，能够更上层楼。这完全要归功我们彰化县政府有这么胆量去承担。那么历史画面，我们留下一张美美的照片，希望能够引导下一届的全国咖啡评鉴赛的典范。尤其是我们这么多长官的加持之下，我相信今年我们绝对不会让我们的中央失望，也希望我们的八卦山咖啡能够透过这一次的国产的咖啡啊，今天在国产咖啡评鉴首次也是到我们彰化县来办理，由我们彰化市农会来承办，然后有147家，光147家参与评鉴比赛，彰化县就占了23家，所以说彰化县对咖啡的农产品的产业链已经非常越来越有栽种，也可行销方面，我是希望政府多多帮农民来行销，让国人、让世界各地都能喝到我们彰化县来国产的好咖啡首先是不是由台北下来的行政农委会曹基正为我们勉励之心，好不好？来，掌声为曹基正，谢谢。县长。那国产咖啡豆的品质，它一点也不输给进口豆或是国外庄园咖啡的最近国内的一些咖啡的评鉴，或者有一些生豆到国外去参加比赛，也都获得非常好的成绩。那么，咱政府以及咱彰化市农会，本是伫咱10几年前开始推广我们的咖啡伫咱跟人民比水顶的时阵，咱总干事，咱国际咱的迄个李干事。清淡够也回甘会使讲不输我们国外进口的一个咖啡所以呢，我相信佮透过这个比赛，甲咱彰化县八卦山好的这个咖啡，佮来行销出去，对咱农民会更较好。那么爱感谢咱的这个市农会伫咱的总干事，甲咱彰化县理事长能共同带动之下，咱的嘛讲敢若做一级的生产农民的这个生产，咱同时对咱一个休闲观光嘛不断的在开发。所以嘛，欢迎咱的农民有闲，可以来买咱这个八卦山的咖啡，可以来咱八卦山吃有闲牛啦有足多的这个休闲观光，欢迎大家共襄盛举，来咱彰化好好来吃。阿里山的咖啡喝完之后，把它拿起来闻，真的是很香的那个黑糖的味道。虽然说有人讲说是蜜的味道，如果觉得是那个黑糖的味道。